露露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啊？你去忙吧，这些东西我自己拿就好了啊。哎呀，露露，少爷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让少夫人拿这么多东西啊？没事儿，这些东西就是看着多，其实不重。我把它送上去，马上下来再拿一趟就可以了。那怎么能行啊？你作为下人要有眼力劲儿，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尊重少夫人吗？哎，顾师长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些东西真的不重。你别替他说话，我不严厉的批评他，他以后不会改正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露露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你不要再说她了。不行，必须惩罚，不惩罚他以后记不住。露露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月的奖金被扣除了。少爷，是你说的嘛？你所以我也要说，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，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，你还想栽赃给我？明明就是你说的。刚刚方叔在的时候，他也听见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你要是再说的话，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！顾西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少夫人，都是少爷让我这么做的。对不起，我给你拿上去。没事，真不重。露露，露露。陆少，今儿怎么一个人来了？陪我喝点酒呗。拿去喝。讨厌。What happened？ 人呢？刚喝酒啊？你疯了吧你？啊？心情不好，是不是有人惹你了？谁让你不开心了？啊？我替你消他。司徒，你平时怎么泡妞的？妞需要泡吗？不是他们